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We love you, adore you. We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We love you, adore you. We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You've cleansed my soul from sin, sent the Holy Ghost within.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You lead us, you guide us, you live right inside us.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做。好，铃声。第一支六节，代表期待甲愿望，上帝奥妙的计划，通过先知所讲，有一个婴仔为咱来出世，有一个囝收属咱。对安尼，救主耶稣伫2000年前来到世间。咱点着即支期待六节，是提醒咱，着记得上帝对人类的应允，伊的确亲自保守，会予伊实现。今仔日，咱犹原生活伫期待中，盼望基督耶稣搁再来的日子。
今咱起立，齐声来吟圣诗第173首《上帝即时临在》。请咱犹原徛立，齐声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被在小女玛利亚出世，被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定死价。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国活就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善搁公道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搁活，永远活命。阿门。请坐。启应文35，嘛是以赛亚55，请咱编开圣诗后面启应第66页。我客请兄弟来应，紧来恁喙焦的，就来就滚水。来啊！毋免银，毋免价钱。恁啥事开费钱买迄个袂值值的物？恁着留心听我，就会当食迄个好物。
着趁耶和华通找着的时来找伊。歹人着离开伊的路。规午耶和华伊要怜悯伊。耶和华讲：我的念头毋是恁的念头，因为天怎样较悬地，安尼我的路较悬恁的路。因为亲像雨甲雪对天降落，也无搁倒转。有业种的有种子，我的嘴所讲出的话，也要安尼决断，无空空倒转来我遮。恁出去要欢欢喜喜，大山小山要伫恁的面前出声唱歌，千匹发声来替草饲。这是要做耶和华的名的纪念。咱做伙来祈祷，永远慈爱、愿怜悯，搁行公义，是稳定的天父上帝。你听受世间人的苦难，听丧向人的哀叫，你宁愿受罪恶的审判，毋甘愿良善的人受讥笑。惊歹德行的人受称赞，为着安尼的缘故，主美阁有疼痛的上帝，你差遣你独生的囝为阮来出世，要互喙焦的人有水通啉，互硬饿的人有米粮通食。伊要做万民的君王，用和平甲公义建立伊的国度。伊要用慈爱消灭黑暗的势力，用稳定斩断死亡的捆绑。因为主你是信实、行公义的上帝。既然我靠你的人、信你的人，永远袂沉沦，阁会得到永活。要互阮活伫活泼，阁有盼望的性命。12月。是一年上尾的月份，是感恩的期、反省的期，嘛是听候的期，搁一届兴旺盼望的期。某一个年，日子亲像风吹水流，紧紧就过去。一年当中的日子，阮有欢喜快乐的时。也有悲伤啼哭的时，有顺利的时，嘛有恶担当的时。总是，阮的日拢是主你所赏赐，用有好歹总是有主所定着特别的旨意。伫欢喜快乐的时，阮感谢主特别赏赐的恩典。伫生命拄着大试炼的时，主你诚做阮的倚靠，听阮恳求的声，伫惊吓中为阮来带路。感谢主，不管得时也不得时，阮拢有主甲阮同在，甲阮相做伴。伫大降节的第一主日，阮点着第一支蜡烛。恳求主照着蜡烛的光，清去阮心内的拉残，互阮用恬静的心迎接主降临的日。恳求主帮助阮，互阮坚定持守伫信仰的道路上。恳求主帮助阮，赐阮信心甲气力，
互阮毋若经有主你甲阮相做伴，嘛有阮甲主你同做工，用阮的喙甲实际的行动，互和平甲公义的国度建立伫地面上，亲像伫天里。伫大港节的第一主日，阮搁一摆将阮的性命交托伫主的手中，望主看顾甲保守。阮的感谢反省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主听我祈祷，主我将祈祷，主听我祈祷，救赎我平安。阿门。正我对献诗，祈求伊妈落里。一直
咱做伙来领受上主的话语。记载伫圣经以赛亚书11章第1至第5节，请兄弟编开现代台语译本汉罗版，旧约第1321页，也是台语汉语本旧约第758页。我用现代台语译本汉罗版来读。以赛亚书11章第1至第5节，对亚西的老树头会布影，对伊的根会发幼枝。上主的神要甲伊同在，就是予伊有智慧甲聪明的神，有计划甲能力的神。敬畏上主是伊所喜爱，伊袂为照目睭所看来审判，也袂照耳孔所听来判断。伊要用公义维护善邪人，用公平保障予人看袂起的人。伊要用公正的裁判做棍，讲迫害者。我命令处理邪恶的人。伊要用公义治理，用信实统治。正心读到遮。下面请本会陈国成牧师为咱来正道公义信实的上帝。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咱今仔日已经进入12月第1个主日，第12月除了有圣诞的主日，圣诞节以外，咱后主日，咱要伫咱的会堂，伫咱的教会来举行牧师的就任的礼拜。伫遮嘛邀请要众兄弟姊妹，咱也尽量来当来做伙来参与即场的盛会，愿主伊的恩典甲疼痛，甲咱教会、甲咱兄姊妹，以及甲咱的正东港三角地地，咱昨真侪兄弟做伙来整理礼拜堂的涂骹，做伙来摒扫。所以你今仔日，咱伫礼拜堂，你有感觉讲，这涂骹有加较清气，有加较筋骨无？有，感谢主。昨正有中职甲遮的兄弟，嘛有青年朋友做伙伫遮同心合意来完成即个工作。以及咱伫地下室咱嘛健康，因为咱礼拜咱后礼拜的下午，即个就任礼拜了后，咱有一个牧师就任的餐会，咱要伫咱的餐厅要做伙三角来爱餐，三角来爱宴。伫遮邀请各位兄弟，咱拢甲咱的小组长报名，咱也借着即个机会，三角领者来交陪。今日是大港节第1个主日，愿上帝赐恩祝福大家。咱嘛伫礼拜中间，伫礼拜开始进前，咱已经点倒第1支的蜡烛，表示即个抬杠已经开始。咱期待耶稣基督的降生。咱是要邀请耶稣基督搁再一次降生，还是要期待耶稣搁再来的日子？咱想看觅啊。所以这个抬杠，一方面咱纪念伊捌来到世间，伊降生来到人类所在的所在；
另外一方面，咱要期待伊第二届的再临。所以大港节是一个时期吼，伊毋是一天两天，伊是包括有4礼拜的主日。所以，愿上帝想帮助咱，互咱伫大港节，咱做伙用欢喜的心来期待耶稣的降生，欢喜救主圣诞的时，咱做伙用欢喜的心邀请咱的朋友伫咱的教会用音乐用欢喜的心来庆祝耶稣基督出世伫咱所住人类所住的地面上。因为耶稣有过我，所以耶稣赐了伊的愿望，互咱大家咱同心来祈祷。太阳的主，阮感谢你，互阮进入即个圣诞的周期Christmas cycle， 互阮会当伫即个12月开始来期待主的降生，互阮伫主降生的时，除了欢喜，除了庆贺，除了庆祝以外，阮常时嘛爱用安静、用灵修、用祈祷的心来迎接主，你随时有可能会搁再来的日。愿上帝帮助阮用欢喜、信心、喜乐甲仁爱，伫大港节节期，我嘛相信主你将遮的人类所欠缺来赏赐互阮。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阿门。咱总共有4支蜡烛会点倒，这4支蜡烛拢有伊特别的意义。今仔日是咱点倒即个希望，就是盼望，即个愿望。咱会看到中央有一支白色的蜡烛，白色的蜡烛会伫圣诞主日常时做伙来点倒。为什么是白色的蜡烛？因为白色的蜡烛象征光明，象征光，表示耶稣来到世间，要将光明来带予世间人。所以圣经上帝所讲第一句话，伫创世纪第1章，伊讲啥？要有光，就安那就有光。这是上帝所讲第一句话。因为迄时阵地面地上拢黑暗，所以上帝将光带来世间，所以这光明、这光嘛是表示耶稣基督，这光嘛是公义的象征。因为光来，黑暗就无去。所以咱今仔日这日头出来，暗时就过去。2005年要来迄一日，足侪人会去迎接2025年的第一道的曙光。每一年拢有人想要去迎接迄年的第一道的曙光，所以愿上帝帮助咱的心拢会期待即个光明，因为光来暗就无去。新约的福音嘛，亲像光来照亮咱的生命，互咱会当战胜黑暗。所以约翰福音第1章50嘛有讲，光照伫黑暗中，黑暗是要当赢过光的。所以光一来，黑暗就消失。光嘛是世界人所仰望的。今日11章第1节，以赛亚书先知讲，对亚西的老树头要出演，对伊的君会发忧记。这老树头是用亚西来代表。亚西是甚物人？亚西是大卫的老爸。为什么伊莫直接，伊若无直接讲大卫？伊要互即个血统，即个血缘，搁刷到大卫的老爸。因为对大卫的老爸，伊的爸爸亚西，即个老树头已经布院，要布即个新的院。以色列人拢知影大卫是犹太人的王，是犹太人以色列国上界强盛的王。但是因想看咩啊？即个王是对谁出？是对亚西出。所以当以赛亚咧写即个先知书的时，犹太人拄着真大的挑战艰难，因为因的国家已经无存在。因的国家面临真大的危机，所以这个布院要对这个老树头重新搁布院，要互人有一个愿望。所以大卫的后裔
即先知讲，即雨的要出一个弥赛亚，即老树头会出五芒，要出即个生机，要有即生命的五芒。但是你想看卖啊，即生命若无光呢，永远嘛是无。咱知影讲，即光甲水是植物上界重要。所以若无光，即树头袂阁生，即树头会慢慢死去。只有光，互即个老树头带来五芒，来播出新搁播出新叶，搁播出新芽，互伊搁重新来亲像一丛有五芒的树，有生命的树。以赛亚书伫第7章讲到即个五芒是人经过了黑暗痛苦，因为这光来照亮伫黑暗，因为这个上帝所出来这个百姓，因行伫黑暗中间，但是有光来照亮因。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要甲上帝求一个兆头。伫7章就讲有一个少女会怀孕生囝，有一个十色女会怀孕生囝，伊要叫做以马内利，就是上帝甲咱同在。所以，互人有五芒的上帝，伊将伊的独生圣囝来赏赐互咱，就是临到世间甲人做伙。所以，上帝互人有五芒，透过伊的意念，赐平安的意念，毋是降灾祸的意念，是要伫咱伫末后有五芒，有指望。这是耶利米书29章11节。所以，咱看到上帝恩典是无人会当去阻挡。上帝光照伫人的心上，照伫这个世间，人搁安那背逆，上帝嘛照伊的计划来拯救世间。是人无法度去阻挡一道光，因为耶稣来时，这个光嘛临到，所以任何人袂当来阻止上帝救赎的计划。所以伫黑暗中的人已经看见这个大光，因生活伫死荫的地人有光要来照因。这是第9章的第2节。所以经过第7章，亚哈斯王要求一个兆头。上帝讲以马内利，上帝要甲恁同在。到第9章讲，行伫黑暗中的人已经看见大光，行伫死荫的地人有光来照亮因。过上帝临在透过以马内利这个记号，以及光临到11章，上帝要用伊的信息，要用伊的公义来拯救世间人。所以对弥赛亚的国度，到伫弥赛亚的掌权，犹太人一直咧期待，虽然因拢无信耶稣，因即马要搁咧期待，但是世间人普世已经欢喜同庆耶稣基督的临到。所以上帝讲伊是这创造天顶地的。伫以赛亚书嘛讲，伊无野神，伊无野咱，伊的智慧无法度测度。这个野神野咱的，伊赐开咱软弱的，伊赐力量。所以上帝聪明甲智慧是咱无法度去测度。上帝哪有可能讲伊的计划是透过一个十色女，透过玛利亚，透过一个人看无在眼内的一个小小的家庭，耶稣就是对迄个家庭，对约瑟甲玛利亚家庭来出世。所以耶稣的智慧，当耶稣来到世间。伊面对当时的祭司，伊面对当时的统治者，伊面对法利赛人，伊面对律法师。但是耶稣来讲，伊无要甲遮个废除，是要互律法搁较矫正。咱看伫耶稣的心上有智慧。耶稣面对迄个要互点石头的妇女，遮尔侪人要用石头甲迄个妇人甲伊牵好死，要甲伊点好死。耶稣安那？额头伫涂骹来写字，当耶稣额头的时阵，因问即个妇人讲：无人定你的罪吗？是毋是？所以耶稣讲：恁若有罪人，恁着用石头甲伊点好死。来表示耶稣伫世间伊所讲的话，耶稣所行的信仰是满有智慧，充满对上帝来的智慧。
所以上帝应允要互即个老树头发芽是充满有望，毋若生出枝，佮生出叶，将来佮会结实。这是透过先知米赛亚的预言，耶稣基督对犹太即个支派来生出，对大笔的王朝来生出。所以对亚细老出头来布演，是要互律法搁较矫正，要互即个律法重新搁长大，亲像即个大丛的树。愿主帮助咱毋单是犹太人领受，搁互外邦人做伙来领受。咱对犹太人来看，咱拢是外邦人，是毋是？但是你也看全世界有偌济毋是犹太血统的人，咱已经领受即个福音。咱毋若伫旧约，对旧约，佮对耶稣基督来到新约，即个福气甲福音是无限制伫犹太人。所以一个国度，伊要强盛，伊要和平，伊伫制度顶面就必须要有公义。咱看到耶稣来，伊的公义伫倒？耶稣来公义就是看中遐个社会边缘人，遐个迄种看袂起的人，遐个会用气杀的人。无论是遐体格病，也是遐个社会人真讨厌的遐个人，亲像各样的人，犹太人感觉因是各样的人，因无法度伫正人的中间，以及还佫有侪人所看无在眼遐个人，但是耶稣甲遮个人做伙，所以耶稣来的公义就是去看重遐个社会边缘人。咱知影讲。有当时咱会拄着不公不义的代志，不公不义的代志，咱会怨恨，咱会苦毒，咱就会产生对即个国家足侪批判、足侪批评，甚至是对即个国家的政策失去信心、失去即个愿望。但是不公不义在伫倒，就是资源分配无平均，好野的人哪好野，以及官商勾结欺负。善良的老百姓，虽然咱即摆是民主自由的时代，但是咱知即种的事嘛，还阁一再不断地发生。搁另外一种的政策的国家，就是共产主义的国家。加在咱毋是生伫共产主义的国家，如果咱若是伫共产主义的国家，你根本就无选择的余地。咱只有乖乖配合国家的威权，国家讲资源要互甚物人就要互甚物人，你敢会当有意见？你敢会当有无共款的看法？你敢有法度有无共款的想法？你敢有法度有无共款的讲法？拢无。所以当过去咱的台湾伫即个威权社会、威权统治的下面，咱已经经过迄个不公不义的迄个年代。到伫呾，咱渐渐，咱的社会对即个公义就哪会当实现？最近电视咧讲霸凌，我想看卖啊，我这边嘛拢用霸凌的，敢毋是？这边若差一体就差足多啊！学长也讲啥讲啥。我会记得我做菜鸟的时，咧做吐体力，吐到后壁迄后壁老兵拢无咧做啊！就看这个菜鸟咧做啊。是毋是？有公平无？无公平。班长佮讲，破败弟兄出列，破洞弟兄出列，遐菜鸟就一直做。等我老到做甲老鸟的安怎？我才会欺负这个菜鸟，敢毋是？所以这不公不义加在咱即摆军中的制度哪会好啦？这对这洪仲秋这位兄弟的牺牲互咱的军中的制度哪会讲？其实军中是足侪无公义无公平足侪霸凌的所在迄是足侪拢毋敢讲出来。所以咱想看卖这公义是啥？公义伫这个字典是讲，咱爱符合道德上的行为，有正义甲正直的态度。如果咱每一件代志若是有公有义，安尼即个世界会得较完美，敢毋是？所以愿上帝帮助咱常常会去拄着安全帽顶面有插一支行车记录器的人，对无？看到伊安怎？闪较离的，有当时会用甲你检举但是你想看卖
有人占国有地占遮久着，警察拢毋敢甲开单，有个人是路霸，警察嘛毋敢甲开单，对毋对？咱遮着小可安尼，超一下掠一下车，还是安怎？着去用翕相，着去用罚钱。我8月份着是去用罚一张啊。迄检举单来讲经路人检举，是安怎呢？我也无超速啊。我想看觅，我都无超速，我伫高速公路我都无超速，我为什物去收到一张红单呢？我迄相拢甲翕起来结果是安怎呢？结果是这张罚单是讲你利用慢车道超车，啥物是慢车道？你敢毋知有即条？我甲你讲，你可能嘛毋知有即条，对啊，我嘛毋知有即条原来是安尼，因为爬坡道边仔有一个慢车道。慢车道是要有大卡车、大货车开的，所以你就袂当利用迄个车道来掠车。不管迄个车道有车无车，你拢袂当对即个外车道去掠车。我怎好死毋是掠着迄台迄个检举达人我缴迄钱一定有领着奖金啦。你讲安尼有公有义无？无法度，因为伊着甲你翕起来，我着收着红单愿上帝帮助咱，伫即个圣经内面，咱的你若甲拍公义会出现263笔的公义。所以即个公义讲啥？有公义的审判，有公义的判断，嘛有公义的罪。所以伫圣经内面甲咱讲，有即个公义是对上帝来。所以上帝要调集伊的万族来到山，要献公义的罪，要献公义的罪伫申命记。所以愿主帮助咱，即个公义是有判断，即个公义嘛爱有公平，即个公义嘛爱有正直。所以圣经家己人讲是正直的人，信靠上帝，而且倚靠伊。伫诗篇33篇18节甲咱讲，上帝目睭看顾敬畏伊的人，眷顾仰望伊主爱人。所以即个公义嘛来自咱会当敬畏上帝。咱会当敬畏上帝，咱会当听从上帝，所以伫敬畏上帝内面，即个公义才会存在。所以弥赛亚讲对大卫的家要产生一个弥赛亚，要产生一个救主，最后即个基会成做一个果。所以上帝已经互咱答案，就是伫大港节，咱迎子主耶稣来到世间。要见证上帝公义，成做一丛公义的树来遍满全世界。咱知影耶稣一个人，甲伊的学生，当然伊的学生拢无啥物作用啦。耶稣传福音迄3年，定定互耶稣嘛真头疼定不是咧坐送要做大，对无？当耶稣极荣耀的时，送要坐正边，送要坐倒边。总是耶稣讲安怎？耶稣讲，我若要背十字架的事，恁嘛爱举恁的十字架来跟对我。所以新约希腊文讲的公义，最主要是要描述人伫生理场、伫法律的顶面的行为，就是咱做买卖的时阵，人甲人之间刑事民事的判决，即个公义，拢是甲上帝有关系开始。咱公义嘛，甲邪恶有对照。如果这个人若无上帝，就变做伊的眼间中无有神。伫共产主义的社会中间，就充满真侪，即个无神论，即个因间中根本就无有上帝。所以公义是上帝家己的属性，无需要人来出手。所以上帝透过伊的公义来。行伊的行为来做伫即个世间，透过即个耶稣要来拯救世间人。所以即个公义是超过人的智慧、甲知识、甲财物。所以敬畏耶和华是安那？是智慧的开端。所以愚妄的人藐视智慧。愿主帮助咱，上帝拢无靠遮的，上帝是全知全能。世间任何的王拢无法度甲伊来比拼，所以耶稣来到世间，照
主照上帝所应允的，要互咱来得到上帝公义。耶稣嘛伫用伊救赎的血来赎回咱的罪。安尼耶稣，你讲耶稣用判罪是有公义无？事实嘛无公义，因为找无耶稣的罪啊，所以耶稣是伫无公义的中间来赔咱的罪。所以哥林多后书5章20节讲，要互迄个无罪来替咱正做罪，是要互咱踮伫伊来正做上帝的义。所以耶稣已经安那替咱来正做上帝的义，这是一个事实，是伫是为价值。耶稣用伊完美的公义交换咱的罪。检采咱有一日徛伫上帝的面前，上帝无看咱的罪，因为主耶稣互咱正做圣洁的公义。所以咱伫上帝的面前正做义人，是耶稣用安尼来替赎咱。咱伫抬杠这时，咱有足侪的期待。但是咱知影讲，耶稣伫十字架顶是要来担当咱的罪，来到世间，诚做即个上界宝贵的礼物。诚做上界宝贵的礼物是上帝互人类上界公义的宝贵的礼物，就是赎回咱的罪。来，上帝透过安尼数逐样的人民恩典来赏赐互咱。送向人甲谦卑的人，这人是上无政治的影响力，特别是送向的人。咱知影真侪有权势、有势力的人，因不但是有钱，阁有势力。有人是挖即个势力来，互即个资源无公平，因为伊哪来哪有钱。所以上帝的义气就是要替送向的人来出一口气。所以上帝要用伊的拐来拍遮个歹人，用伊的喙来杀死遮个歹人。大必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大必尊主最大，大必无杀上帝所拣选的扫罗王。咱伫圣经拢会当看到，其实伊上紧做王，就是甲扫罗王杀死，伊就做王啊嘛，对无？但是大必却无安尼做，是毋是？大必若要做王，伊就甲扫罗杀死，伊就当成做一国之君。总是伊无安尼做。咱知影自古到今有偌侪的帝国，有偌侪王国，因为要争迄个王位，杀死伊的至亲，杀死伊的亲生的兄弟。你看，大必是一个仁慈的王，当伊走投无路的时，对远远来军队伊的人，用大必就用仁慈来款待伊。有600个人来军队伊，有一届要烧节，200个人留守，400个人要去拍亚玛力人。但是即场战争战赢，无论留守的人，无论去烧台的人，拢平平领着战利品。对毋对？这足公，我感觉讲大必安尼做是足公平，真公正。即届天台湾得着冠军，是毋是？爱咱领偌济钱？算千个吼。所以有投手的也是做保守的，也是有落去打钱的，因上款拢爱领着遮个。特别有几个有其他的县市有正嘛以外啦，所以大家是领的是共款。所以这个世间行到要公平、要公正，其实咱逐个人拢爱上款，敢毋是？所以大必讲兄弟啊，耶和华赏赐互我的，毋通无分互因，因为因嘛替咱留守。所以逐个爱平分，逐个平分，送向就是来自你资源分配。无够平均。咱知日本时代，日本人当来的时阵，为什么有人有特权？迄盐卖迄落的权，伊就互一寡人，一寡人就好个。陆港的股价就是安尼来。等于就是
伊带日本人入城，日本人讲即个当用，就甲一寡特权互伊，伊就以后就诚做好野人安尼。所以咱看着讲，宋乡有时是来自即个资源分配不均，但是耶稣来看到这个宋乡的人，这个社会的边缘人。束腰是一个有备的行动，是要服侍的动作。譬如讲，耶稣束腰，为门徒洗骹，所以有门徒洗骹这件代志，上帝嘛用公平的行动来互公义成做成。所以弥赛亚是要集合所有的公义甲信实的开力，互百姓来得到尊严甲开力。有一条歌叫做“你是信实的上帝”伊这条歌讲：“你是信实的上帝，是永远的石盘。”这个信实就是这个石盘。所以上帝若用伊的信实是安那，亲像石盘遮尔啊坚固。这条歌讲：“有你引带，我拢免惊；主你轻轻牵我，你永袂放松我。”上帝除了公义以外，还佫有伊的信实。这个信息就是上帝应允无空。我去读神学院，我伫甲上帝求，会当想事我有一个会晓弹琴的太太就好啊。安尼我就要来献，我就会当来献身做传教者，因为我主要去读社工系啊。到最后上帝毋若想事我一个会晓弹琴的牧师娘，佫会晓牧会牧师娘，对无？安尼上帝有信息无？是啊。所以有当时啊，赏赐互你的是超过你所求所想的。不过我伫神学院嘛捌失恋2届，未结婚之前嘛爱失恋2届。所以有时我伫失恋中间嘛讲主啊，你拢无可能无赏赐我，安尼我毋知要搁继续读研究所来行传道即条路无？最后即上帝信心透过真好的作物来叫着李关牧师安尼阮伫新南院结婚，所以当失恋的时，你嘛是讲主啊，你伫稳定到底伫哪了？我叫2个拢读音乐的拢无成功知影意思？所以经过2届失败，第3届就成功啊，是毋是？那亲像即个信心，像你会讲囡仔你考100分。我就互你一台 iPhone， 这个囡仔真认真考试，真正考100分。但是你甲囡仔讲，我要互你 iPhone 20，意思就是讲你还阁等2年，我才要互你，是毋是？所以有时这个信息嘛，要透过这个等待上帝应允来实现。所以基督徒咱应该了解上帝的公义，甲上帝的信息，特别是咱伫大康这的时间，咱爱知影讲，上帝透过伊的公义，这个公义就是爱互咱去知影讲，有比咱搁较欠缺的人，比咱搁较需要的人。我伫即条路安尼行我看见足侪拢困伫路边的人咧。有时我想，我应该后来接近因看因到底有啥物欠缺甲需要有当时看到公园遮的人到底为什么这个社会有人住豪宅伊住伫路边？是毋是？咱需要透过安尼来看见需要的人，这就是上帝的公义。愿主帮助咱，互咱透过先知弥赛亚所写来明白上帝的公义甲信息，是超过地面上超过所有遮的统治的王。咱同心来祈祷。跳动的爸上帝，我满心感谢阿乐你，祝你替阮陪伴耶稣基督，你的独生圣囝来到世间，阮伫耶稣基督的身上来学习，互阮伫先知的预言，知影弥赛亚的性质，知影主你要透过即个救世主，用公义、用信息，互即个世间更较完整、更较美好。因为耶稣来要互这律法更较矫正，要互主你的真理来完全实现伫这个世间。阮伫台抗这，阮耶之主的降生，阮嘛爱期待主你有一日会搁再临。
当你来的时，阮是毋是有准备好？阮是毋是有将你的公义甲信息来行伫阮的四周围、阮的厝边，帮助阮伫主你的话，搁来学习。感谢尔，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阿门。请咱起立来唱回应的诗，第297首《至大上帝愿你带我》。下面放言，请刘秀英执事、陈雅恩执事。
这请坐。伫报告的大声，毋知有今仔日第一届来本会聚会兄弟姊妹无？若有，请你举手，互阮甲恁欢迎一下。迄就是有久久无转来咱本堂聚会的兄姊无？无，咱变开咱手报第3页伫报告大声，咱先来读本周的经句。我读一遍，兄弟续集缀我读2遍。手报第3页本周金句。伊要用公义治理，用信实统治。以赛亚书11章5节。第啥？伊要用公义治理，用信实统治。以赛亚书11章5节。伊要用公义治理，用信实统治。以赛亚书11章5节。本周甲后周咱本会的聚会表甲事项表，刊登伫周报第2页甲第3页。请咱有参与事工的兄弟注意。周报第4页。本会消息。第一点，今日是大港节第一主日，咱鼓励咱会内兄弟会使伫厝里，我有一个简单的布置，邀请咱厝里的人，伫食饭，迄就是团聚的时阵，有法度点一个蜡烛，咱作为甲咱厝内的人，表达咱对主的感恩，甲。回上这大港节的蜡烛。第二点，下一个主日是大港节第2主日，是本会主日学协助会前点节。第3点，后一个主日是牧师就任感恩礼拜，咱下晡3点伫本会2楼礼拜堂来举行。下晡5点30分是咱。欢迎牧师就任的参会，参会名单会伫后礼拜公告伫1楼的布告栏。同工咱会同工下晡2点，咱要伫3楼会议室调开同工的祈祷会，甲事工一寡协调甲确认吼。请咱小会员伫当日下晡2点30分，就爱先来。教会调开特会。第4点，后一个主日礼拜结束了后，因为咱当日有牧师的就任典礼吼，所以讲咱中昼对这个停车场会进行这个车辆管制，请兄弟伫主日礼拜后，中昼12点前一定要先甲车对二中的停车场先驶开，咱会中昼的时阵会先甲迄门锁起来吼，因为当日迄下晡迄个参会，对面的停车场，二中停车场限定将会使有参加参会的兄弟停，所以咱中昼先把停车场净空，伫迄个停车位要优先留咱有的宾客停车。当日要停入停车场的车辆，要经过登记。了后，较有都会使搁停入去停车场吼。参会结束之前，停伫对面的停车场，禁止有刷叮当的这个现象吼。第5点，咱2025年的月历今日开始发送，因为避免一个家庭有中风领，所以讲咱是采登记制吼。赠送每1户1份。第6点，12月4号祈祷会，咱是特别为着和平小组甲可爱小组来代祷。咱嘛邀请和平小组甲可爱小组的组员吼，调礼拜3来参加咱的祈祷会。第7点，12月8
暗时7点，咱部会黄立勋姐妹甲郑百里弟兄吼，伊伫国立台湾交响乐团的演奏厅有甲咱台中圣乐团吼做伙来参加一个音乐会演出。因主要目的是为着这个喜乐方舟园区吼来募款，请咱兄弟尽量甲因鼓励，来上这个两厅院的文化生活来购票吼。咱嘛非常邀请咱兄弟有法度前往聆听。第8点，咱各行政单位甲团契，请伫12月10号进前，将后一季的这个服侍人员轮值表甲团契聚会表，到行政干事，咱要来编排这个教会行事历。第9点，全教会4年读经计划，咱刊登伫周报内底，咱请兄弟有法度配合这个读经的进度，来读经。周报第5页，妇女团契第1点，咱礼拜后11点20至1后的妇堂集合，要前往这个趣味餐厅来聚餐。第2点，社青团契因今日注意礼拜了上午11点30分伫5楼妇堂有聚会，欢迎咱客友来参加。第3点，四海读经班后礼拜拜四暗时伫7点30分伫1楼妇堂聚会，有需要讲义的兄弟请四海读经班的同工陈真慧姐妹来领取。第4点，兄弟团契。第2点，12月15下晡5点，伫阮兜古早味的料理餐厅要召开年会改选会长，甲聚餐，大家互相联谊。煞接跳过第6双年团契，因为后一礼拜12月8号，第1点因为无爱餐，第2是因为中昼咱的停车场净空的关系因为这2点的因素，后礼拜8号，原本定着双年团去由蔡梦莹副会长主理的这个双年团契的聚会暂停，请咱兄弟特别注意。第3点，12月18，礼拜3上午11点30分，伫御园酒店，咱双年团契有举行这个年末聚餐。客友报名费是每一个人200块，其他有要参与毋是客友的兄弟请播放语指示报名，实际上报名费用伊会甲恁解说。周报第6点，关怀协会12月25上午10点30，伫咱本会地下室有举办圣诞的餐会咱非常欢迎咱的学员来报名参加。第7点是这个读经计划伊的一个问答卷咱的顶礼拜的奉献报告刊登伫周报第9页、甲第10页、甲11页，请咱兄弟参阅周报内底所刊登的内容。总共留这个5点，也是留点的部分，请兄弟财务部长来反映。阮只是邀请咱兄弟针对着咱本会也是咱的家庭生活工作的部分咱同心合台来祈祷。阮伫天里原本愿听阮祈祷的阿爸爸我们就阮所挂虑的代志。透过阮的厝，将阮所烦恼、所仰望的代志交到伫阮的阿爸爸的面前。阮对阮的生活、阮的家庭、阮的工作，
阮伫今年不管好歹，总是感谢主。你对阮有看顾甲保守，嘛仰望主你继续保守阮，互阮明年的脚步袂跌到偏离，互阮往好的方向来前行，互阮袂受到歹的试炼。阮最近阮回来。有侪兄弟姊妹，因身体欠安，身体有病痛。恳求主，你甲阮这有身体苦痛的病的兄弟，甲因三角地地，恳求主你亲自安慰因，减去因除了肉体的病痛以外，互因伫心内有。通得到主你亲自赐予因的上大的平安。另外，我嘛非常感谢主，你特别看顾阮工专执事甲阮小组执事，因为阮非常欢喜，伫昨昏甲今日拢看到工专执事甲小组执事，因来阮教会甲阮三角地地，阮为着这特别献上阮的感谢。阮为着阮牧者，伊要表现对会友的关怀，甲进一步来认识阮的会友。阮陈国成牧师甲林怡娟牧师，因有特别的计划要甲关怀部来安排来探访会友。阮邀请阮回来兄弟，那欢迎阮牧师去探访的。也请阮关怀部的牧者来联络，嘛仰望阮陈牧师甲林牧师，伊伫阮本会牧会的过程，万事万项拢有主你的引带，互因伫阮教会牧会我都顺利，嘛照着林牧师甲陈牧师因的调拨，互阮的教会伫这个社区。我的兴旺，将福音传伫阮邻里中间，互阮教会一只徛起。阮来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咱邀请咱兄弟起立，来互相来请安。请咱来唱常用的歌第511首《阿罗上帝至高至尊》，三节车老师为咱来祝祷。按照来领受上帝的祝福，
愿主耶稣基督恩典，被上帝疼痛，圣神甲咱正大家相通，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那这请坐，伫典乐结束了后，咱才离开